Hello，大家好，我叫譚敏如，我係今天這個主題嘅主持人。首先我介紹我自己一啲背景嘅資料先，然後再詳細介紹個主題嘅內容。我出生於香港，在一個貧困破碎嘅家庭中長大，童年同青少年嘅時期都遭受幾嚴重嘅虐待和創傷，在每一天都係為着生存為着諗緊我生存嘅意義及人生嘅目標是乜，為什麼每一日都係在這個掙扎嘅過程裡面。我亦都喺中學時代嘅時候都萌生過自殺嘅念頭。然而我在高中階段嘅時間，我發現到我中文同西方歷史及讀人體生物學嘅時候，表現比較理想一啲、優越一啲。1990年，我哋全家嚟到澳洲，移民澳洲。之前我都全職從事辦公室嘅工作，同時於珠海書院兼讀新聞學嘅課程，係半工讀。當我四處尋找答案之際，中國文學同詩歌為我開啟新嘅境地。透過理解自身嘅根源、文化、語言、習俗、道德、生死觀、靈魂與肉體等嘅課題，我終於找到突破口。我在歷史、文學及詩篇的篇章中尋見了上帝，係聖經所講嘅耶和華，自此踏上深索他的旅程，那超越萬象的終極真理與至高者的存在。願榮耀歸於至高上帝，因他已經應允我賜我這個見證，與諸位分享他的證詞恩典。上帝在中華歷史長河中留下的足跡，過去使用的年代測定系統現已被證實存在誤差，尤其在近期死海古卷發現後更顯不準確。例如，夏朝曾被官方認定為中國最早嘅文明，其年代定為公元前2207和2205年。此說法值得商榷，因其不可能發生於巴別塔事件之前。該事件根據聖經記年發生於1757到1996年，即公元前2168到1929年。此結論係基於死海古卷的歷法計算方法得出。然而，耶和華早在中國歷史的最初階段就向中國人顯明了自己，這一點是清晰無比。本次講述旨在帶領諸位展開一場巡禮，遍覽耶和華全能的上帝、萬軍之耶和華榮耀的精髓。讓我們先從一些重要術語開始，隨着故事的推進逐步說明。
例如，為何今日稱此地為中國？從史料可見，古時曾有諸多稱謂。另有兩個同義詞亦指涉此地，但並非每位中國人或外國人都能道明故中緣由。For example， 中原 Middle Kingdom 一詞最早由堯帝與舜帝使用，約莫是埃及人開始建造金字塔的時期，亦都可以話今日叫做中國。中原以往稱做中原，現代人呢就叫做中國。另外一個字詞一個稱謂呢就係神州。神州的古稱則由偉大的中國史學家司馬遷在其著作《史記》公元前2世紀中予以確立。中原就是講中文中即指中國。神州嘅意指祖先承蒙耶和華賜予這片土地及其子孫作為永恆嘅產業，即係講今日我哋所講嘅中國大陸嘅整片土地，古人就係稱之為神州。最後讓我們檢視右手邊嘅 Sinology and Sinai 這三個字詞。希伯來聖經創世記10章17節譯為英文時，將這些詞彙與中國人相連結。所以when they use Sino 佢就係講 China，when they use Anglo 就係講 British。when they got Sinologists 亦講係學習中國歷史，整套學習中國歷史。現在讓我們從簡報大綱開始，此處列出10項內容要點。目前我將首先重點說明，即是孫中山的見證如下：中華民國在1912年建立，後於內戰失利，並於1949年遷往台灣。孫中山又稱孫文或者孫逸仙，因1911年領導革命，終結了大清王朝，即現代中國之前的最後一個王朝，而被尊為國父。列國表原圖是來自創世記第10章。首先我哋要介紹一下挪亞同埋佢一家人。船就是代表咗佢同佢一家8口逃離洪水嘅大難嘅故事。使我們知曉從中國嘅船字及聖經創世記嘅故事裏面，知道挪亞確有3個兒子 Japheth、Shem and Ham。以此所列諸國皆由此3子繁衍而來，其中華人
又稱西利人、中華人，又稱西寧人，即源自迦南之子第八個子，是含嘅後裔。希未人亦被視為我們的近親之一。然而基督耶穌的血脈則源自禪，經由法勒、丕勒、亞伯拉罕、Abraham、Isaac、以撒、雅各、Jacob 等等世系傳承而來。在這處需要注意嘅地方，就是現存嘅年代計算系統種類繁多，但我們根據死海古卷揭示的聖經紀年法，是從創世紀第1章第1日算起，更新了此頁嘅內容。大家可看到中間個欄採用聖經紀年法，右欄則基於現行公元前公元後嘅紀年法。在左側嗰邊列舉了歷史關鍵里程碑，由亞當第一代開始，始於亞當第一代。依聖經紀年法，從創世紀第1日算起。根據死海古卷嘅記載，此紀年可追溯至公元前3925年。第二個重要點就是第10代嘅挪亞，誕生於1056年。聖經紀年法，洪水降臨時，他年屆600，逝世於2006年。洪水中獲救者共8人，他同埋佢嘅妻子、3個兒子同埋3個媳婦。另一個重要里程碑就是第15代嘅佩革勒丕勒，其時代為聖經紀年1757到1996年，即公元前2168到1929年。中國歷史根據前述佩革勒丕勒世代推算，其歷史可追溯至約4150年前。但因巴別塔事件確切嘅年份及中國文明在遠東定居的歷程尚存變數，此推算無法100%確定。因此我們僅提供粗略估算，從聖經紀年法1800年至今日，即是聖經紀年法自創世紀首日算起，共計5950年，相當於公元後2026年。這意味着歷史跨度約逾4000年，仍遠低於多數中國人宣稱的5000年文明史。基於死海古卷研究嘅成果及 Dead Sea Calendar 嘅 .org 網站嘅資料，我哋喺呢個圖裏面睇到3個比對，是此處列出的聖經紀年法，是從聖經嘅紀年法第1日開始，涵蓋12個關鍵里程碑。
就係你喺圖上見到 highlight 嘅，用紅色 highlight 咗俾你睇到。第一代譬如第一代係 Adam 亞當，另外咧就係以諾，跟住 Methuselah 就係馬土斯拉，跟住就係挪亞，跟住洪水 flood， 跟住法勒比勒，跟住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摩西、耶穌亞，全部都 highlight 俾你見到紅色見到嘅。呢就係重要歷史嘅里程碑。由亞當第一日開始計算，最右邊計算係第一日，到最後約書亞死嗰段時間係總共2516年。如果有興趣嘅話，你可以借着其他網上都有其他可以嘅對照圖，可供各世代計數相比，確保每項聖經紀年在需要檢證時皆能確鑿無疑。大家可以見到呢個係死海古卷抽出嚟嘅計算圖，其中呢個計算圖Biblical Counting。此圖表摘錄自死海古卷曆法研究網站，透過對比呈現關鍵嘅日期。從左手邊你見到就係由死海古卷曆法計算由第一日開始到6000年嘅計算，列出最重要歷史最重要嘅里程碑。譬如話第一日創世記就係推至到3925年嘅公元前3925公元前3925年。如果有人問洪水係幾時開始嘅，根據死海古卷曆法計算法就係1656年，由創世記第一日計到1656年，就洪水淹沒地球發生嘅時候。如果你用公元前嘅計算法咧，就係2269年。如果你話耶穌基督受難幾時嚟嘅，就係以死海古卷法咧，就係3957年。以公元後嘅計算法咧，就係公元後32年。如果你話以色列人重返故土係幾時出現？根據現代人嘅計算法，就係公元後嘅1948年。死海古卷嘅計算法就係5873年。如果計算現代究竟係咩年呢？如果係你計即係4年之前呢，就係死海古卷就會話係5947年。咁即係話今年如果係2026年，就係死海古卷就係5950年。Right? Correct? 5951年，踏進51年。跟住咧，如果計算死海古卷6000年嘅時候係即係公元後幾多年咧？就係2075年。即係話咧，我哋仲有大約50年咧就會到6000年。
人類嘅歷史，人類存在喺地球嘅歷史咧，就會去到6000年。OK，你可以自行前往該網站啦，即係 DDSCanada.org 啦，去查閱詳情。目前我們已經清晰辨識此處列舉的所有歷史重要嘅里程碑，即係我啱啱講解俾你啦。更多嘅細節呢，係可以參閱死海古卷歷法研究系列，呢部分係我一直都做緊。中國人的起源，中國人究竟是誰？Noah、Ham、Canaan、創世記第10章15到19節指出，其第8子 Sinai 中文叫做西尼族人，係中國人嘅祖先。從基因或言語學嘅角度，現存諸多證據可左右此說，包括族群分類、蒙古人人種定居遠東地區，且證據顯示中國源自含的後裔 Ham。仍因篇幅有限，此處未能詳述。若欲深入研究，歡迎隨時聯繫。之僅列舉若干關鍵要點。第一項就是Sinai，中文可以譯做新，或者係稱西尼。新為黑 Heth 或者 Hittite 嘅弟兄，其名在遠東地區以多種變體形式頻繁出現。關於中華文明起源模式存在一項重要嘅特徵，就是中國人自身最密切連結文明起源之地，正是陝西省首府商都父新，英文譯為 San Fu Father Sin。亞述文獻記載此地為 Sinear， 當代可將商都意譯為西安。中國傳統記載其首位君主呼亥或呼亥 Chinese Noah， 意譯即是伏羲時中國嘅挪亞。現身於泰山，當洪水覆蓋世界後，他身周環繞着彩虹，並向神明獻祭牲畜，應對創世記嘅記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Scythians 斯基泰人，稱來自遠東的貿易者為新族或先尼人。希臘天文學家 Ptolemy 托勒密稱中國為Sinim 或 Sinai， 中文可以譯做新尼姆或新尼之地。以賽亞書49章12節提及的新尼姆 Sinim， 明確指出他們從遠方而來，並非來自北方，也不是從自西方。阿拉伯
阿拉伯人稱中國為先，新，西尼人。有另外其他嘅稱謂，暹是秦子國嗰邊嚟，秦國而嚟，秦。另外一個就係馬哈暹，馬秦。另外咧就係先尼，同上邊提過啦，先尼被視為亞洲最偏遠地區的民族。讓我們暫且聚焦於中國文字。商朝期間即是公元前大約1765到1120期間，甲骨文是現存最古老的中文書寫系統，因而承載着最原始純粹的思想與字形。這些刻於骨片與龜片上的甲骨文字，右手邊所見的，原用於占卜之用，其中600字屬象形文字，700字屬意符文字，而非音符文字。中文文字如圖像般，自誕生以來便持續使用，與希伯來文不同。縱使人們說着不同方言，但皆使用單一可辨識的書面形式進行溝通，即是中國嘅書寫文字。中國古代文字反映出上帝在數千年來歷史中引導中華民族嘅作為。中國文字嘅見證創世記前11章記載的真實性。這些故事彷彿被編撰於中文文字體系中，對無知者隱而不顯，為深諳中文者方能領會。其中涵蓋的概念與故事包括神和上帝、男人、女人、伊甸園、洪水、羔羊、獻祭、公義、正義等等。中文的卓越特質在於其詞根體系，其成熟的發展與應用遍及詞彙、成語、詩詞及口語表達，在多種層次上與聖經的道德教誨相輔相應。首先我哋舉4個例子，用神或者係上帝4種稱謂作一個表者。第一個代表神呢，就係上帝，用以指稱至高無上的神，崇高尊貴者，偉大崇高者，他凌駕於一切人間權柄之上，他自己彰顯顯現宣告並展露自身嘅真實。第二個嘅稱謂咧就係天，以免意為天空、星辰、穹蒼，但依上文下理，可間接指代上帝。第三個就係神獨有嘅部首，如同英語嘅 prefix 或前攝，是專指與神或神聖事物相關的一切代名詞。由呢個圖顯示是
神、祝、福，全部都係由同一個部首產生嘅字詞。最後一個咧就係元或者元首，指為至高統帥者、至高無上的主權神、居首位者、首領、開端與根本。啱啱講到神嘅部首，譬如話是神、祝福，與英語不同，神和上帝賜予中華民族獨特的冠詞和 pronoun， 冠詞係 prefix 代名詞和 pronoun。若你願意，可稱之為神字的是神嘅部首，同神有關嘅部首所產生嘅字，藉此向華人昭示所有祝福及詛咒皆源於他。正如約伯所言：我們從上帝手中得福，豈不也受禍？而一切敬拜皆與神自己有關。中國人渴求福氣、幸運、昌隆、財富、榮耀等諸多美好嘅祈願，我們運用燒香、獻上祝福禱告、向偶像鞠躬、看手相等各種方式為自己祝福，並祈求恩典，期盼每年都能獲得最好豐盛的回報。然而當今多數人未能領悟所有祝福的源頭唯獨來自至高神，這點在福字中已清晰顯示。即便是你眼前所見的字符，字面意正是祝福或蒙福。此字本身由4部分構成，可稱為上帝與單一之口指向伊甸園中的亞當，亦可解釋為人以祭品敬拜上帝。更具體而言，與利未記所述的奠祭儀式有關。中華文明是少數經歷時間考驗的人類文明之一，如同埃及文明自挪亞時代以來始終屹立不倒。因創世記記載洪水發生於亞當與夏娃人類始早誕生以後的第1656年，該年仍乃是挪亞祖父瑪土斯拉的逝世之年，以為瑪土斯拉挪亞祖父死嗰年就係洪水發生之年。巴別塔事件據信發生於1757年到1996年，或另一個說法就係2168年到1929公元前。而中國歷史最早經考證的記載始於公元前2207年，即夏朝時代。
呢個計算法已經講過，就係有存疑嘅地方，因為其不可能早於前文所述巴別塔事件發生。In other words，巴別塔事件發生以後，先將人類分散到各國。咁中國歷史考證最早夏朝時代是2207年，係不可能早過於巴別塔嘅事件發生嘅時候。中國人自古便敬拜真神上帝，是聖經所說嘅耶和華。直至公元前650到22年間，中國紛亂，帝王崇拜才在中國盛行。秦始皇統一天下，建立秦朝。這位尋求永生的首位皇帝，其統治僅維持14年。此後中國陷入王朝更迭的惡性循環，直至1911年。意思即係話從秦始皇到清朝末世1911年嘅時候，上帝借着孫中山，又稱孫文或孫逸仙，結束最後王朝清朝，開啟現代或解放中的中國新紀元。縱然經歷數千年動盪內鬥、派系紛爭、帝王崇拜、外族入侵、戰亂衝突，上帝未曾棄絕中國，竟奇蹟般地保存它存續至今。它的延續證明神和上帝嘅存在。上帝上帝終於掌權統御世人萬事。上帝是中國人福禍的源頭，因先祖承認上帝對中國的統治權，歷代帝王敬拜上帝，他便為華人守住這片土地。每當他們自述主宰命運，立罪人，充當公義之神，讓有限者執掌絕對權柄，便為其選擇付出沉重代價，就是我哋今時今日見到共產黨所作所為無法無天嘅做法。中國人自食其果。重點說明有3項：中國人未如猶太人般遭逐出故土。雖然中國人係好糟糕、好敗壞、好令神失望，但神未有將中國人趕出他的故土，同猶太人嘅遭遇不同。中國人未如 Medes、米底亞 and Assyrian 亞述人般淪為無家可歸，或者係無國籍者，以為這2個國家喪失國土。但是中國人雖然敗壞，未有喪失國土，淪為無家可歸之民。另一個重點就是中國語言文化文學的考古遺存得以大規模保存，不是十全或十美，但是大多數得以保存，持續
見證至高神的榮耀。綜上所述，中國乃國家層級的重要神之見證者，然舊約時代的選民實為以色列或猶太民族。意思話中國喺國家層面上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 ，because 佢係神選出嚟見證他的真實權柄嘅一個重要嘅國家，同猶太人作舊約嘅選民，佢哋嘅角色不同。Hello， 先祖嘅見證，我們嘅先祖就是你見到圖上黃帝、堯舜禹、孔子，呢啲係古代聖人嘅表者，就係我們嘅祖先。根據歷史記載，他們認識神、上帝和上天，就是聖經所講嘅耶和華。他們敬拜他，向上帝和上天獻祭。他們顯然與他建立了個人嘅關係。他們將思想及道德教誨記載於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當中。或許你會問，有咩證據及佐證可以提供呢？商代甲骨文喺公元前1765到1122年，證實孔子在中國經典中記載的大部分歷史。第二項嘅證據就係中國哲學聖賢孔子自身。公元前551到479年，在其編撰著作《中國四書五經》當中，亦見證了他們對神的敬拜。我自己都有讀四書五經，讀過四書五經，亦都係從當中揾到神嘅蹤跡。另外一個見證就係中國偉大史學家司馬遷公元前145到85年於史記當中證實黃帝嘅存在，但係年代記錄他生存於公元前27世紀係令人難以置信，因為中國歷史我哋都上嗰幾段時間都講過，中國歷史係始於約公元前2125年，直至公元後2026年，直至到今日公元2026年。所以呢個計算法計算它存在嘅年代計算法係有大個係唔可能嘅，唔可能係正確嘅。另一個問題就係佢好多人相信黃帝係存在，黃帝陵喺中國都有人見過，但係佢其身佢對同我哋始祖先嚟嘅關係如何咧，就冇人知道。孟子就係公元前372到28年，佢係中國哲學家，被譽為正統儒家思想嘅奠基者，宣稱人唯有守護本身，修養品德，方能侍奉上天。當然啦，就係古人稱上天就是我哋今日所講嘅上帝，或者係聖經所講嘅耶和華。
如今我們來到帝和祭祀上帝的篇章，450年向上天我上帝我生的獻祭。兩個重要嘅概念必須解釋清楚。第一個是天命，相當於至高上帝嘅旨意，並非恆常不變。各朝代的後裔也未必能承此皇權，因為天以民為天，以民為天。因此，君王的德行對維繫其權力與威信至關重要。上帝直接賦予每位君王統治權，故君權源於神授，此神聖揀選稱為天命，受選者稱為天子，即係嗰個皇帝係被神選舉嗰個咧，就係叫為天子。指天命非將君王神格化，帝王不過是代神治理中國的禪政或附和。正因如此，臣民與君主的效忠取決於統治者能否獲得並持守天命，而君王持守天命的能力同樣被視為有條件性的。其個人德行與自覺智慧決定了上天與否繼續賜予天命。指天命概念催生了中國數千年歷史中反覆出現的王朝更替循環。我哋中文講就改朝換代。孔子曾如此闡述天命：50而知天命，意指歷經多年撰究後，方能明辨是非，領悟由智慧的造物主為人類確立的道德真理。不識天命者，意為不懂得上帝嘅旨意，斷無資格為君。若某王朝的皇帝或歷代君主未能以德治國，秉公執政，致使百姓因受壓迫而哀號，上天便會收回對該王朝的受命，轉而賜予具備神聖特質的新君王。即係要個新君王一定要與神嘅品性相符，唔係相違，相違者就冇資格，相符者就有資格。命名者方可託付，不命名者終究自求避禍牟利。此等之人豈能為君？中國秩序的建立源於個體君主對至高神意的臣服，此舉既確立了權責歸屬，亦實現了權力制衡。另一個重要嘅概念呢，就係邊境祭祀 （border sacrifice），原為皇帝顯彰德行，以形式即是儀式典禮方面，為國提供精神文明嘅領導，繼而以功能，意為恪守神明標準，實踐治國之道，時至今日僅存形式而已。天子心繫三事，
第一，於企圖中充當神明與百姓的中介；第二，信服神明意旨，體現神聖特質；最後並以正義施政。中國歷史照示，當君主以德治國，國家昌盛。古人認同天命原則，將選擇統治者的至高權柄託付於神。此信非無根據，他們深信神以為子民擇善而行，所以所立之君必彰顯與神本性相符的德行特質。談及靈性主義與玄學方面，中國人自古便深諳此道。商朝期間，即是公元前1765到1122年，武丁皇時期，公元前135年前1352年，與約書亞 Joshua 率領以色列民族的年代相近。當時人們相信存在三類的神靈，第一項就係上帝，至高無上的神祇，被商朝之人尊奉為全能至上的主宰。他們相信及承認上帝掌管風雲與雷雨、甘露之變。第二項就係二類嘅神靈就係個神靈神，種種形形色色的神明。跟住第三項就係祖先 ancestors。跟住中國人區分上帝、妖魔或精怪以及逝世之者，後變演變為祖先崇拜。除上帝崇拜以外，其他宗教實踐被引入以後，腐化對上帝的敬拜。與此同時，除了上帝，原先古代聖人敬拜上帝，現在隨街隨巷都見到有各種宗教實踐嘅表現，蔚為風潮。然而神或者係上帝或者係上天確實派遣了來自歐洲的傳教士遠赴中國，為中國人帶來福音。其中嘅表者就是亦都係其中一個最早嘅開荒者，就係 Matteo Ricci， 你見到佢喺英文寫嘅 Profile， 中文嘅都有，但係你需要上網去調查。他是其中最傑出的典範之一。他以謙遜盡致的典範，在精神、道德與技術領域追求卓越，啟迪了無數中國人，至今仍激勵着我及後世子孫。這般成就是從亞當夏娃以來鮮有人能企及。願他的典範激勵我們在今年獲得豐碩的
成長及發展，使我們能與利瑪竇，佢嘅中文名叫做利瑪竇，般遵循正確的成功之道，在生活的每個層面都取得最佳成果。如有意查考他的底細嘅話咧，你可以通知我一聲，同我們聯絡，我哋就將佢嘅資料介紹俾你。利瑪竇與徐光啟，右邊手咧就係徐光啟，左邊手咧就係利瑪竇。來源咧就係靠 Wikimedia Commons 維基共享資源。基督教於7世紀隨景教傳教士在唐朝時期初抵中國，但始終未能建立持久根基。到16到17世紀嘅時候，基督會傳教活動標誌着更具影響力的時期，尤其在利瑪竇等人物的推動之下，他透過融合西方科學與儒家思想，成功進入皇室圈子。然而政治緊張局勢與文化抵制阻礙了其擴展。基督教在中國扎根嘅時係始於倫敦宣教會的傳教士 Robert Morrison， 係一位著名嘅漢學家，在1807年抵達中國，並於1819年譯出首部中文聖經。此後200年間，中國基督教歷史經歷火般的試煉而成長，其中包括太平天國暴亂1850年到1864年，跟着毛澤東文化大革命1966至1976年，跟着中國共產黨統治至今，一直都迫害基督教會，由1948年直到今日。現在讓我們再次談論一下孫中山佢所扮演嘅角色。這位現代中國的開國元勳元帥，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深受多數中國人敬重，並於1911年蒙神使用，終結了最後一個王朝，就是清朝。在1912年成立後，與1949年內戰失利遷往台灣的中華民國孫中山，又稱孫文或孫逸仙，因領導革命終結清朝而被尊為國父。聖經但以理書2章21節有呢個解釋嘅教導 here， 就係他改變時辰，他係指神改變時節年日，廢王立王，即係講興衰王國，而第二個得意指改朝換代。我哋今日講嘅改朝換代，改朝換代係出於神，賜智慧給智慧人，賜知識給明達人。但以理即使從人的角度來看，也具備充分資格
作出這樣嘅觀察，因他侍奉當時的超級強權長達65年，親眼見證巴比倫、美達亞 Medes， 再到波斯王 Persian， 波斯王國的興衰更迭。現在我們談談中國最新嘅發展 ，OK？ 特別是由1949年中國共產黨接管中國以後所發生嘅一切嘅變化。然而神卻使用中國共產黨來超自然地擴展他的教會，即是話用神嘅方法，用神嘅手段呢，將喺中國擴展基督教會嘅發展，具歷史性、具超越人嘅所為。那麼神為中國做了什麼呢？我列舉咗好幾點喺度。第一方面呢，就係神允許中國人自食其果，已經講出已經講出過啦。跟住神派遣宣教士在歷史中不同嘅階段向中國伸出援手，亦都解釋過啦。跟住神與興起孫逸仙、孫中山將中國解放出嚟，脫離吉號，尤其是係講出去由1911年所作嘅事，就到佢死以後，跟住台灣嘅新發展，由1949年之後到今日。跟住神自1949年起容許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蔓延紮根，以成就他的旨意。神借着中國，上帝，你可以講話上帝或者神借着中國人民的幻滅與飢渴以及迫害嘅環境，傳揚他的話語，並拯救無數生命。神使教會從1950年1萬嘅信徒，大約係100萬嘅信徒，增長到今日大概係逾1億，有啲人嘅估計超過2億，有啲人嘅計算係超過2億。無人能100%確知實際嘅數字，因缺乏官方記錄佐證，唯有上帝知曉真正借着福音得救者的確實人數。中國人所理解的天命，即神或者上帝依據道德判斷介入人世的旨意，不會因着人的失敗而失效。最後，我們來到最後一個問題：中國的未來會怎樣呢？目前我們知道中國仍處於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之下，但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首先，讓我們看看右手邊創世記第10章
17節，以及以賽亞書49章12節。個對比咧就係 Sinat versus Sinim， 已經提過一下㗎啦，上嗰幾段講述嘅時候，希伯來文嘅代碼咧就係 HM5515 同埋 versus H5513 versus H5515， 發音咧就係 Sini or Sinim。呢兩個詞源自相同嘅語根，而非如中文聖經所譯的兩個不同民族。關於啟示錄方面，即係聖經最後一本書啟示錄第9章16至18節與16章12節的傳譯存在有不同嘅觀點。經歷多年對聖經學者的深入研究，我決定引用兩位最受尊崇的聖經教師，他們以勤勉謹慎著稱，具備深厚的神學訓練，對聖經文有深刻領悟，且生活敬畏上帝。右邊嗰位咧就係 Chuck Missler， 佢個詩作咧就係 The Kings of the East， 東方諸王。第二位咧就係 Arnold G. Fruchtenbaum， 左手邊，佢嘅著作咧就係 The Footsteps of the Messiah， 耶賽亞的腳蹤，第309到310頁。第244頁，但以理書2章40到44，及但以理書7章24，及啟示錄17章12到13節。OK， 我引述嗰呢度嘅經文翻。跟着，本人對此問題的理解如何？我嘅理解就是十指指出十王聯盟，就等於十國同埋十王。那獸就是指出敵基督，最後統治全世界嗰位統治嘅獨裁者就叫敵基督，將擊敗三王，成為第8王，其餘7王皆臣服於他。中國極可能正成為患難時期當中，即係7年大災難當中嘅時候。我哋而家就等緊7年大災難嘅臨到啦。當時會有10王，會相信中國係10王之一。當敵基督呢個獨裁者統治世界嘅時候，中國將被擊敗，即係只有兩個可能性。呢10王當中，一係咧中國將被擊敗，或係被逼臣服於基督之下，因為3個王會被殲滅，然後剩翻7個出嚟，會臣服呢個敵基督嘅獨裁者，所以佢自己就變成第8個王。所以我哋相信一係咧就係中國係3王之一，被擊敗嗰個3王之一，或 L 佢就係7王之一，係臣服於敵基督嘅。聖經本身並未確指出將被擊敗的3王是誰，
亦未詳述十王所屬的國家。所以我哋只係作一個 intelligent guess， 所謂 intelligent guess， 我哋只有去到嗰個階段，一切先會清楚。暫且我哋講到呢度。好啦，最後賣一個關子，本次簡報此至告一段落。感謝各位嘅參與，我們已為各位準備了實用嘅參考資料，including useful links and books， 即係書籍同埋上網嗰啲資料。若你希望深入探討相關嘅主題嘅話，請歡迎隨時查閱。OK， 若有什麼疑問或者係發現內容當中有誤或者有什麼疑難 ，OK， 請隨時與我們聯繫。請你們參與我們年度嘅農曆新年外展活動。如有興趣，讓我們保持聯繫。謝謝。